再来看空军台东的志航基地，面对中共的威胁，基地战机佮训练机定定的起降，附近的民众对噪音是真怨叹，已经争取真侪档调整补助方案嘛拢无消息。今仔早起，国防部的相关单位总算去到台东，要来听民众的心声。空军 F-16战斗机对台东市区的空中飞过去，发出真大的噪音。新型的永鹰训练机，会使讲逐天拢飞过台东市的空中，在做起降的训练。战机的噪音，干扰台东志航基地西口地的部落社区居民拢挡袂掉。现在是噪音特重，那一般的民众的防御比较激烈。立法委员特别请国防部的官员到台东召开基地噪音补助协调会，里长反映讲，国防是真重要，但是民众的生活嘛要顾。战机噪音是困扰台东的民众真侪年，但是空军对民众的噪音防治却无进步。颠倒是对10年前补助3万外块，即马调降到2万外块，而且旧厝改起新厝都无补助，真无公平。补助时间10年才一摆嘛，拖伤久。居民要求讲，国防部应该修法，比较民航的噪音补助2年调整一摆才合理。旧房子我打掉重盖，谢谢，没补助了，有道理吗？我在立法院提出了一个主决议，希望比照民航同样的这个税级这个问题啊，是这一方面我们也会针对这一方面的缺失啊下去好好来做一个研议。目前针对军机的噪音补助项目，敢若会当装冷气和气密窗啊，居民嘛希望会当改做发现金，让民众会当较有春秋，针对个别的需求做防噪音的设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